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咱国内疫情消息。国内伫今仔日本土病例，搁在清关来到82973例，中重症患者193个人，死亡个案124个。这内面有一个是9个月大的查甫婴仔，伊厝内面困到一半是无喘气也无心跳，送到病院救无回来，落尾验出确诊。另外，指挥官陈时中表示，这6月依然是高峰期，不过月底有机会出现一天100例以下。会不会痛？不会痛，哇，好厉害！关心做疫苗囡仔是毋是听？行政长苏贞昌透早到家人看囡仔做疫苗，希望用冲关疫苗注射率。因为国内77个增加82973例本土确诊，过去高雄确诊数上济有12572例，台中甲新北也超过万例，伫中重症部分增加193例，死亡124例。死亡的124位当中，116位有慢性病史，那81位没有接种满3剂疫苗，这当中有47位是未接种任何1剂的疫苗。伫增加死亡个案当中，有一个是9个月大的查甫婴仔，5月27透早甲妈妈共困的时阵，互共大亲友发现面罩皮砍掉咧，无喘气心跳，送医无救，采检阳性。根据指挥中心统计，目前囡仔重症有39例，17人死亡。集体值是33.7，司法相验的结果是诊断为有呼吸衰竭。那另外是根据这个 PCR 阳性的结果研判是有感染新冠肺炎。那这一例是属于我们分类上是属于家中死亡的一个案例。因为国内增加个案，各位前几天的5万例，回升到8万例，指挥中心推估，台湾6月疫情应该依然在高峰期，不过有医师认为6月23都可能达到每天增加1000例。指挥中心认为6月底有希望突破万例，不过是不是突破1000例，还要观察。我们把这4天把放假的效应一起来看，那4天的平均值也大概是66000左右，所以大概是1个月在这个高峰期里面走，那所以就是说6月13号，我相信数目是会往下降，但要降到百位数来那我想要值得观察。为兼顾防疫量员甲有效风险控管，指挥中心宣布调整确诊大院陪探病甲医护人员免除体检条件，修正做符合改隔离条件，而且伫发病或者是采用日15天到3个月内用免体检，而且发函各县市卫生局转到各医疗院所实际实施日期，依照各病院公告办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中南部疫情有关是真严重，今仔日高雄含台中确诊人数拢超过12000例，是国内前2个县市医疗量能会当讲是真严。台中营总调护理师出面指控讲，因的专责病房一防疫出空棚。另外，伫台南的基美病院即马是找无照顾服务员。另外，伫屏东有一个家长带已经发烧而且是快筛阳性囡仔去到病院要挂号，这病院却甲因退挂号，引起争议。疫情拖去到中南部，各地医护团队压力拢真大。台中营总的一个护理师指控讲，82间病房去用征收做是专职病房了后，敢若加安玻璃门，而且用塑胶布做隔间，互医护人员伫感染风险真大的环境内底。不过营总回回讲，按中央的规定，专职病房毋免是负压隔离病房。另外，嘛有提供医护人员食饭、甲洗手面等等的空间。去年专职病房成立的时阵，病院就已经有做宣导。按照规定。专责病房也不一定是要负压，但是要符合一定的穿脱、动线还有隔离的措施。塑胶的帷幕，那应该是一个误解，它是设置在我们的洁净区，是来指引员工的动线。因若台南是出现专职病房招无照护员的困境，基美病院开出一天8点钟5000块，一个月会当领到25万的薪水，需要28个人。不过到今敢若引到18个人，病院这边讲照护员需要长时间穿隔离衫，有的人无法度记载，逐工都爱包甲目睭就做工课，都唔敢来应啊。承受这个长期穿脱隔离，可能他的身体可能没有办法承受这种密不通风的这个环境，所以他可能就没有办法来进入跟我们一起来照顾这些个案，就只好就放弃这个工作。屏东嘛有民众伫网络顶指控讲，因后生今年5岁，17迄天快筛阳性。发烧烧到39.6度，依照屏东县府提供的儿童急门诊绿色通道的指引，带囡仔去国军屏东病院，结果伫急诊遐去用退倒转去。这个家长批评县府错误的信息，去牵着因囝互医生看的时间。
我家最近的医院呢，我也是听照这个政府的指示去，却说他们没办法收6岁以下，重点是图卡根本就没有写啊。本院的防疫的儿童专责的通道是设在周6的上午9点到10点。病院这边回讲，儿童专科敢若伫咧拜6早起有开，也若屏东县卫生局强调讲，县内4间有提供儿童绿色通道的病院，服务的时段无共款，嘛拢有做广告。民众会当看详细了后，才决定要去倒一间病院，予医生看。记者综合报道。即摆有真侪少年人讲，因无伫咧烦恼确诊了后，认为确诊了后，若复原店是摕到这免死金牌。毋过，咱国内确诊的民众是愈来愈侪，上界惊的就是留一个爸母。即摆有医生提醒讲，无论是轻症或者是重症，复原了后2礼拜到3礼拜之间，就要注意血管发炎的问题，包含中风、心血管疾病等等。这急性发作的机会是会大大增加。若准无处理好势，恐惊会无命。国内出现头一个青少年去为着新冠病毒死亡的个案，是一个15岁的囡仔，无慢性病，捌注过1档疫苗，复原了后，解除隔离，等去学校上课，煞雄雄昏去，落尾也是救无倒来。经过法医做司法相验，死亡的原因是病毒性心肌炎、合并急性气管水、甲心因性休克，再有新冠病毒的感染，引起各界的关注。有医师讲，民众去为着了后，除了爱注意闹顿顿、记伫摆等等的病尾。复原了后的2礼拜至3礼拜，爱搁较要意血管发炎的问题，包括中风、心血管疾病等等，急性发作的机会是大大增加。临床上常常看到都是比较偏重的年轻人会比较常见。病毒性心肌炎基本上据推测，有可能是病毒感染到我们的心脏肌肉的细胞，引起了发炎，或是引起后续的一些免疫的反应，而引起了所谓的心脏肌肉广泛性的发炎，也有可能是所谓的免疫风暴造成的一个免疫的反应。根据外国上新的研究显示，无论去为着了后，是轻症或者是重症的患者，得到冠状动脉疾病风险增加72%，中风的可能性是增加52%。就算验过无心血管疾病，若是去为着新冠病毒的血管发炎，都有可能会引起心血管的病变。肺部跟病毒跟心脏非常接近，所以呢，病毒到肺部以后就有机会到心脏里面去，造成心脏的肌肉被感染，然后产生发炎的现象。医师嘛提醒，确诊者的症状等好了后，若是出现喘气真喘、胸坎扎扎、胸坎痛、心脏乌白跳或者是抱心等等相关的症状，都要赶紧去予医生检查。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疫情的时间一个拖长，影响是各行各业。受到这疫情影响，最近这2年全国学校连伊上课、连伊停课，嘛影响到学生营养午餐煮食业者。业者呼吁政府爱甲因列入去上界新的纾困方案内面，帮助因渡过难关。伫水果菜市顶悬，因看到真侪已经黄又搁乌乌。这个食材本来是为着学校的营养午餐准备的，不过因为疫情影响，一直停课复课，互团成业者的食材更加正做安尼。当天早上9点、10点来通知厂商，又有在前一天的凌晨，可能深夜，可能10点、11点、12点，我们在计算所有的摊底的费用是用200天计算。当疫情影响只有160天的时候，我们根本无法去承受这样子的一个损失。疫情互团成业者损失惨重，尤其今年并是统一停课，在业者接到消息的时阵，可能所有物件拢已经买好，或者是煮好啊。敢若是今年4月、5月食材货损都已经超过1亿，搁因为团成业者今年负责学校的供餐，免外包其他业务，所以搁较需要营运协助。不过今年甚至破受困，煞无达至团成。今年度的纾困方案时，我们也请我们秘书处去看相关的资料。那其实就是很感伤的事，其实是完全没有对于我们这个产业的照顾。即使今年9月复课，我们有很多的伙伴可能也回不来。如果产生必要的费用，就是临时暂停的这个供餐的这个状况，那么相关的可以就厂商已经发生的费用来做机关应该来做处理的。如果学校有困难，我们会跟县市政府一起来讨论如何来协助学校。团成业者甲地会开记者会，呼吁相关单位将团成纳入纾困。教育部回应，会甲地方政府来协调，不过有地会点出，由地方政府处理的头也阁无够，要求教育部爱赶紧研究，看如何协助照顾团成业者。记者综合报道。
疫情严重期间，大家医护人员拢真辛苦啊！这个疫情当咧滚假，医检署超时加班的情形也变甲真严重。虽然卫福部有宣布做一件 PCR 检有1000块的奖励金补助，不过台北市联合病院的医检署初7做回来到台北市议会门口抗议，这病院甲奖励金分配方式修改，所以拢无含因在参详。逐工加班到半暝，病院发奖励津贴阁真久水。台北市联合病院30几个医检师初7做伙来到市议会门口来抗议，认为因无摕到应该有的钱。有一个地方发生群聚，早上通知你，下午就把检体送来。我们就非常临时收到这样的通知，就一定要在24小时之内发出报告，所以大家其实是很辛苦。医检署表示，接卫福部的医检奖励，逐件 PCR 是1000块。台北市联合病院甲工会原本伫3月有共识，即声互医检署，3声互相关人员，想袂到院方雄改做对半分，医检署敢若通摕5成，而且设定逐个月领取的上限是22万，因感觉袂当接受。没想到他们直接把去年8到12月的奖励金用他们的所谓的有上限的方式来发放。我就问一个问题：这个协商是3月的时候讨论出来的决议，去年8到12月的时候，医检师有没有依照过去的旧规则好好的加班工作？通通都有，可他们却决定没有，我们没有要打算发这么多钱。医检署不满检做啊嘛加班啊，所无法度摕到相对的津贴。机关嘛表示，连伊的问题，凸显的可能是各地方病院的问题，因嘛会继续集中协调，互第一线人员摕到应该有的奖励。连伊是表示，因为考虑奖励金嘛包括其他相关人员，才会调整比例，会阁继续参基层协商，取得平衡。记者陈亚文、何凯台北采访报道。前线直接看带观众朋友来看社会案件。讲到即马查某囡仔受到难保，互咱的惊讲伊去撞到歹人，毋过查甫囡仔同款爱特别照顾哦。有民间团体也讲，台南市进前一位伫咧做副发言人的官员，涉嫌长期对未成年的少年囡仔性骚扰。台南市政府也涉嫌把这检举人的资料泄露出来。不过，这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市政府已经启动调查，检举资料也拢保守秘密。另外，根据着卫福部的统计，讲全国男性受人性侵害案件以18岁以下上介多。也若讲到这位政府发言人呢，伊伫咧暗头的时阵有发表声明表示，若准犯罪代志是千真万确，请这寡人赶紧来解告。为止，那个居民的检他都还是在保密状态，所以包括我个人都不知道。那至于他本人有没有跟这个当事人有没有跟检举者联络，这我不知道。面对这阵已经离职的前台南市副发言人，去予戴孝明指控长期利用担任日权工作讲师的时阵，涉嫌性骚扰未成年少年，甚至伫受害人通报了后，告知好亲像泄露。市长黄伟哲强调已经启动调查，不过又有一个受害人透过录音控诉16岁时阵原来互人性骚扰，是真侪年来无法度放袂记的阴影。这件事情或许都已经经过5年6年以上，尽管如此，在我心中都是挥之不去的阴影。我仍旧能清晰记得当天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接触。根据卫福部的资料，全国男性受性侵害人数将近7年的统计人数，平均每年有1300至1500，以2020年1773人上济，18岁以下占比达到8成以上。卫福部保护司表示，男性因为互人认为比女性较坚强，受性侵害也是性骚扰，互人认为是滚酸笑小可代志，这草案想法才互被害人无对外求助。你要珍惜，所以在这种夹杂这种很错误的迷思，或者是有一些似是而非的一些观念，是每一个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模式，让加害人得逞。对于未成年男性受害者，保护司提醒，爱提升自我的敏感度，只要认为无爽快，就会当透过学校的老师113，还是寻求警方的协助，无分性别，爱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初6出席活动致辞的时阵，有表示，目前是有计划要逐年来调悬基本工资，引起外界讨论。不过，全国工业总会认为，起基本工资对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来讲负担是真大，而且这企业将有可能把这成本算伫消费者，也有商品计销顶头。劳工团体也呼吁讲，赶紧把行政院版本的上架工资法送到立法院审议。
我们确实是有计划的，希望每一年都能够调高基本工资。总统蔡英文提出，政府有计划希望每年应调悬基本工资。按过主计总处切切公布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3.39%，继续创9年半新高，不止油价继续在高点，食物类继续起价，鸡卵继续年增率高冲到32.23%，外食费用年增率也高达5.8%。面对通货膨胀，即卖基本工资一个月薪水25250块，民众感觉压力是真大。什么东西都在涨，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不太够的啦。对，因为它还没有赶上就是物价上涨的速度。当然不够啊！你租个房子，现在台北市多少钱？薪水调整赶袂到物价起价速度，基本工资25000起跳，民众普遍无感觉。面对蔡总统调悬基本工资、调升上计工资的表态，全国工会总会认为，对大部分中小企业负担较大，就可能让企业将成本增到最后售价，带动物价起价，反倒等下让国内消费者受苦。建议政府是不是劳工们能够体恤企业？这一次呢，能不能动涨，不要调整啊？等到明年景气比较好的时候再来调整。但万一如果非调整不可，我们希望不要超过2%。希望总统能够督促行政院尽快的把最低工资法送到立法院，尽速来完成立法，作为未来更合理、透明、有效的调整基本工资的一个依据。目前基本工资调整机制根据基本工资审议办法，由政府学者、劳资代表组成，采用协商制。过程无法院参考，看受行政部门左右，呼吁蔡总统关键兑现当年上计工资法的竞选政见，赶紧向行政院办上计工资法送入会议审议。另外传出基本工资建议要调悬到3万。行政长苏贞昌表示，会看整体经济能力，为劳工做出上优先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讲到退抚新制度，按算伫咧112年7月初伊要开始施行，目前当咧立法院审议，按算后一个会期会当完成三读。针对着专属部进前捌指出讲，这退抚基金财务安全只有30年左右，着各中老师表示讲，可能到时阵因已经退休啊，这基金煞破产啊，全高总着呼吁政府爱赶紧甲这个半部法制化。老师的工作稳定无？退休保证伊当领到退休金无？这个问题对这代少年老师来讲，恐惊无亲像较早遐尔肯定。专教总指出，专属部进前答复立委质询，证实退抚基金的财务安全敢若30年左右。伫各种假设的社家营烦恼，基金会伫咧因退休的时阵破产，互因真无信心，到底是要做落去，还是赶紧换头路咧？我们每个月缴满几千元的退抚基金。退抚基金仍然要破产。教育虽然不是一个商业投资，可是认赔杀出是不是也是个理智的抉择？这是一个很难过的想法。专教总指出，按照专属部的算法，110年担任公教人员，工作30年后退休，差不多伫140年左右，拄好是即卖的基金破产的时间点。照呢算落去，120年退休的公教人员，敢来当领20年；130年退休，敢来当领10年。大概在这个时阵交几60年的钱，退休的时阵万一领袂到，到底是要安怎哩？既然以后领不到退休金，那请问我现在可以拒缴吗？我干嘛缴？我既然知道我退休之后领不到，专教总要求政府分年片的预算投入退抚基金，和半部法制化。专属部退抚司表示，这个问题已经真侪解回应，重新声明新制实施了后，已经同步对基金现有的财务安全提出配套措施。除了持续投入的方案以外，也将退抚基金投资绩效提升。上界重要就是将政府半部退抚基金会当法制化，来维持基金财务永续。原先134年用完的期限也已经有延后啊。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入侵乌克兰，去予国际制裁。罗西亚总统普京已讲过几落摆，讲会报复，风声罗西亚偷摕乌克兰5国去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昨就讲到，这个消息是千真万确的。欧洲理事会主席伫联合国安理会顶悬，也批评罗西亚制造粮食危机，迫害稳定。
前2月24，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了後，引起全球糧食危機，包含我國食用油燃料和肥料價格攏咧衝懸。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週六佇聯合國安理會發表講，克林姆林宮是講要利用糧食供應來製造針對發展中國家的隱形飛彈，想要來破壞區域穩定，並且透過宣傳把這個責任推給你。Let's get to the facts. The EU has no sanctions on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in Russia. 0. And even our sanctions on the Russian transport sector do not go beyond our EU borders. You may leave the room. Maybe it's easier not to listen to the truth, the ambassador. 聯合國秘書長古提瑞斯嘛，當日來通過包裹交易，用來恢復烏克蘭糧食和俄羅斯糧食甲肥料的出口。不過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伊表示講，有可靠的消息咧講，俄國當日偷摕烏克蘭的糧食來得利。That Russia is pilfering Ukraine's grain exports, to sell for its own profit. Now Russia is hoarding its food exports as well. So this is all deliberate. We know that. President Putin is stopping food from being shipped and aggressively using his propaganda machine to deflect or distort responsibility. 布林肯警告講，俄軍封鎖烏海用來阻止烏克蘭糧食出口，顯示講普丁想要來逼使全世界來屈服，想要來取消制裁策略。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伊嘛講，現階段上界重要是建立一條安全的走廊，來確保各國嘅軍隊會當來通過運輸俄國食糧。Знаєте, якщо зараз у нас там 22-25 мільйонів тонн заблоковані, то восени у нас може бути вже 75. 75. Що будемо робити? Тому без портів не зможемо. 澤倫斯基嘛解說講，因為火車運送嘅時間太過頭長，所以講無法度大量來運送糧食。另外，透過俄國盟友被俄羅斯出口，嘛唔是選項之一。公司新聞鄭依仁編譯。根據到世界衛生組織的統計，講這猴子的疫情已經傳到全世界30個國家，有超過900個人染病，其中英國去為着病人上介濟，超過300例。目前是無死亡的個案，而且也為着要防止這疫情傳開，加拿大已經開始準備注意放射，美國也宣布講要開始做了。加拿大魁北克省的首府蒙特羅，提出開始替高風險族群注高豆疫苗，希望會當阻止人數當日看開。Je préfère être vigilant, parce que ça reste apparemment assez contagieux de ce que j'ai pu entendre. Donc c'est possible de le faire, je le fais tout simplement. 加拿大高豆確診已經有880例，超過70例是集中喺魁北克，其中大部分是男性，甲男性有性接觸。高豆會透過空氣來消化，確診的症狀甲感冒要同款，會出現發燒、頭殼痛、規身軀痛痛，還佫會牽嚇，皮膚嘛會發紅腐爛。這就需要隔離21天。加拿大衛生官員表示講，過去14天內有甲確診者皮膚有接觸到，也是講甲2個以上的男性有牽連的查甫的，也是捌接觸過確診者伊的。皮單衫褲的民眾攏都愛注疫苗。So I still have to wait a few days, well, 7 to 10 days before my immunity system is up for battle. But yeah, I feel good. 加拿大和美國目前採取單滅疫苗公司巴伐利亞北歐生產的2劑天花疫苗，對治療高豆症有85%以上的效果。美國已經有12個州攏總出現25例高豆確診。美國目前有36000劑高豆疫苗，已經配發1200劑。因這間公司還佫刷咧交送美國36000劑，並且還佫有1300萬劑佇咧冷凍保存。世衛組織統計講，目前高豆症爆發上較嚴重國家是英國，超過300例，佫再來是西班牙甲葡萄牙，加再講還無死亡的案例。1970年開始，高豆敢若佇非洲7個國家咧流行，而且有死亡的案例。不過這邊全球爆發。確診者會使講差不多無非洲的旅遊史，世衛組織認為講這款的正反常無對同。公司新聞金元慶編譯。這飯會當亂食，話是千萬唔通亂講。
印度自从2014年在印度人民党执政以来，对少数的穆斯林发表仇恨言论，甚至引起攻击事件。印度人民党的发言人进前伫咧电视顶头讲话冒犯到伊斯兰教的先知穆罕默德，那引起到穆斯林反弹，伊斯兰国家的大使也拢表示谴责。虽然执政党有甲这发言人处罚啦，不过只也已经引起外交危机。印度上热大城孟买街路，愤怒的穆斯林受海部要求掠执政党前发言人夏尔马，因为伫电视辩论节目发言冒犯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甲伊太太，应该将伊以恐怖主义甲违反国安法起诉。红邦的坎普尔要共款诉起抗争，警方出手压制掠39人。这是当局想要平息南山宗教紧张情绪激动，卫计会也做出将争议言论的发言人夏尔马停职，伊本人发推文回失礼，不过也辩讲是因为印度教新平识破性被捕者才反呛。转推夏尔马言论的党内媒体主管金达尔是被开除。不过，这纠纷无这么简单解决，因为这代志互人真生气的，不只是国内只占13%人口的少数族裔穆斯林，也有真侪伊斯兰国家。真一个条件大使表达关切。卡达外交部发出声明表示，温存这种仇视伊斯兰言论继续存在，无受处罚，对人权造成严重威胁，可能造成暴力甲仇恨的循环。要求印度为伊斯兰恐惧症的言论回失礼。沙特阿拉伯表示谴责甲遗憾。社会媒体批评甲抵制声音搁较闹热，科威特超市将印度产品改为条例无必备。وإحنا كشعب كويتي ومسلم لا نرضى رسالة الرسول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صراحة مقاطعة الهند هذا شيء مفروض على كل مسلم وعلى كل دولة، لأن هذه تخص الرسول صلى الله عليه وسلم، واللي يخص الرسول يعم على المسلمين كلهم. 2014年，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真高的总理莫迪，甲由印度人民党上台了后，国内针对穆斯林仇恨言论甲攻击增加。伊斯兰合作组织 OIC 谴责这版冒犯言论，就是印度对伊斯兰教的仇恨增加，甲对穆斯林系统性打压背景之下出现。不过，互印度外交部反驳这是无影代志。不过，外交规矩咧滚价，外管官员承认政府爱甲极端言论传播到水波头，无下背真大的经济利益。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台美最近启动21世纪步一枪机去向即期广播实际协定。行政院政府委员郑振中今日就表示，这枪机就好亲像双方伫咧讲亲情共款，上尾的目标就是要签订 FTA 自由贸易协定。另外，最近全世界都伫咧欠晶片。中国的经济学家也话讲，爱甲本地是中国的台积电抢到中国的手里，千万唔通互美国抢走。郑振中表示讲，这款的讲法实在是不法度互人接受。那一定要把台积电本来属于中国的企业抢到中国手里。最近台湾经营大港的大公司台积电，在国际上的地位是愈来愈重要。就连中国的经济学家都话讲要收复台湾，甲台积电抢倒转来。佮讲，因为台积电当伫加速甲工厂刷去美国，伊强调讲绝对袂当互台积电伫美国的手头。外界甚至有风声讲，美国想要甲台湾的半导体偷摕去。太不可接受的说法，这样子的话，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强盗了。台积电基于它的国际布局，他也觉得他可以去美国投资。压力啦，或者是怎么样要偷台积电，大概没有关系。行政院政务委员郑振中是驳回这种甲台积电偷摕去的讲法，嘛讲到经贸的议题，尤其是最近台美宣布启动21世纪贸易倡议，去互在野党质疑讲并无实质的协定。郑振中强调讲，倡议原本的意思都是过去无做过的代志，终基本的目标都是签 FTA 自由贸易协定。那你还没有看到他生小孩啊？那当然还没有嘛，他只是刚提亲，那后面两个还要再去谈啊，很多很多的事情啊，最后的。FTA 就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美满的家庭。技术上的合作当然对台湾是好事啦。CPTPP 他们的这个对台湾的这些影响，这个才是目前我们在贸易上比较需要克服的问题。学者认为讲倡议并无法律的效力，当然是台美签署 FTA 或者是 BTA 会较有保障。不过目前 CPTPP 对传统产业有贸易障碍，建议政府应该把资源放伫遮。不过到底当时会当加入？郑振中表示 ，CPTPP 的成员国目前拢伫咧处理英国加入的这案。
台湾加入的时间点是真恶来推国，毋过会拍拼推动。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今日早起伫总统府接见斯洛伐克访问团，感谢斯洛伐克伫去年9月捐疫苗予台湾，嘛支持台湾参加 WHO。带团的斯洛伐克国会副议长表示，斯洛伐克和台湾是好朋友，会斗阵对抗强权的压迫。随个点头问好。用紧手搭体握手，总统蔡英文伫个初7早起接见斯洛伐克国会副议长劳伦切克率领的访问团。这边访问团的成员包含外交、国防、财政，还佫有欧洲事务司的委员会下党派普罗级的国会议员。总统蔡英文伫个致辞的时阵，嘛对斯洛伐克支持台湾参加世界卫生大会表示感谢。今年斯洛伐克的国会在外交、卫生以及欧洲事务3个委员会连续通过支持台湾参与 WHO 的决议案，这份情谊让台湾人民非常的感动。我相信未来台湾和斯洛伐克能够跟理念相近的国家一起加强合作，打造具有韧性的民主阵线，合力来对抗疫情。台苏双边的关系正大吧？感念着讲，台湾要捐70万瓶的水饔来协助防疫。伫个去年国内疫苗较欠缺的时阵，斯洛伐克要送咱16万剂的疫苗，嘛展现出讲对台湾的支持。总统甲俄罗讲，这是国际间善的循环。Priatelia Tajvanu stoja za vašou krajinou, ktorá neustupuje vydieraniu a vyhrážkám a je pripravená brániť svoju demokraciu pred hrozbou。斯洛伐克布拉提斯拉瓦省的省长德罗巴伊嘛咧讲，会来赴高雄签订友好的合作协定，未来嘛会来拓展科技经贸合作，嘛邀请蔡总统伫未来若是有机会会当来访问布拉提斯拉瓦省。记者综合报道。配合新课纲改革的大学考试招生新制度，会在今年7月举办头一届分科测验。不过，这分科测验甲国文、英文还有数学一出销，去互批评讲，这对文组的考生是正不利的，引起争议。大学教联会伫今日宣布，决定114年分科测验会恢复考数学一。考生手做消毒，入去考场，准备要验收高中3年学习的成果。大学考试招生新的制度，配合108课纲，今年头一届采取学测甲分科测验。不过因为7月份举办的分科测验取消国文、英文甲数学一，引起争议。教联会宣布，114学年数学一会纳入分科测验。省卓大学专过往涉及增加考核修订都是3年前公布，考量目前高一学生的课程设计以及高中升学相关宣导，一致赞同114学年度来开始实施。之前一直反映到现在，我们当然很支持恢复数理，对于社会组、商管组的学生是非常在意的。可是对于这个时间点3年的时候实在是太长。分科测验无要考国文、英文甲数学一。可能会致使大学科系伫采集成绩的时阵翻头选用学测的成绩，等于是有袂少读文科的学生会拄到一场考试就定生死的感觉，所以民间化工爱改革的声音才一直出现。有很多在社会组的，你没有再给他一次机会，我觉得这样子对学生是非常不公平。能够提早就尽量提早。各校课程计划一旦报3年不能改。但是事实面在执行上，从10课纲的第1届开始，就有允许每个学校滚动式修正。高一这一届，有的学校根本还没有到选组的 deadline。那纵使是选组，它其实也只有涉及到高2的数 A、数 B， 还没有到高3的数甲。虽然家长甲教育团体支持分科测验爱包括数学一，不过嘛讲，去年就讲要改革，结果拖到今年才公布，当作是伤过混沌。也若改革了后的新制度，会效用伫咧大家考完国中会考，伫要升高中1年的学生。另外，教联会嘛会公布113学年度分发入学招生管道、数学采集的查询，来提供互即马高中1年的学生做参考。记者综合报道。人讲这鸭卵搁较密，也是有芳，千万唔通抓准美伫网络，就唔知你是虾米人。讲到这军中私了法施行到单1礼拜，全国已经有54件报案。根据着警政署统计，这违规行为大部分拢是通讯私了上介济，甚至还有这对前对后甲监视。警方分析讲，因为网络方便，甚至有真侪人会去办假口座，甲人私了的机会就直接发生。
妇女团体也表示讲，针对青年的骚扰行为，警方也着爱积极处理。下班时间，查某囡仔开车倒来转厝，一台小车加速对出来，对规路，互伊气甲报警。这件金钟骚扰案件发生伫台南，4个查甫人热烈追求，真侪届互人拒绝，也是一直通讯联络，搁金钟甲对2年外。我若甲你转去，我会做对个当所以。另外，也阁有宜兰县长的查甫人，为了甲伊的情某和好，去对方住的所在甲公司长时间要断人，一天来卡300通电话骚扰，而且一直哭劝唔听，结果去互警方逮捕，最后互法院裁定羁押。金钟骚扰法实施1礼拜，警方受理相关案件，有这种的通讯骚扰上侪。以外勤的实务经验来讲，目前网络具有匿名性，而且会造成我们警方查缉的不容易，所以会。一般的民众会以为这样子会比较好处理。金钟骚扰法为6月7日施行以来，警方全国受理54件案件，其中违法的情形通讯骚扰有32件占大面，排23名分别是对人金钟挖金22件。监视观察18届，不过妇女团体也讲，针对家庭成员也是亲密关系家庭暴力的金钟骚扰行为，警方的后续处理也是当有更加积极的做法。双方的关系是家暴法规定的家庭成员的话，他们可能直接就帮忙申请保护令了，就没有再另外开书面告诫。目前只有16件的书面告诫，我们还是我个人还是觉得有点遗憾，这个数目。敢若甲家庭成员有关的金钟骚扰案件，这届就占33件。妇女新知坦白讲，警方依照家暴法规定，无要求书面警告，会直接协助申请保护令。不过，伊建议书面警告也应该同齐开，互被害人的安全保护未出现空棚。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准备要挂这早冬稻啊，不过受到天气影响，这2天全台沿路的落大雨。有农民烦恼讲，这落大雨的影响收成，一寡农民就赶紧要挂稻啊。不过云林县农业处表示，今年早冬稻啊绩效袂歹，若准提早挂，恐惊挂到拍折，这绩效就无水咯。挂稻机来回来参与开来开去，虽然天气无稳定，不过云林有农民烦恼煞连续几天的落雨。恐惊影响到一期稻作收成，趁着雨停的看芳，赶紧来收挂稻作。咱若都叫伊当时挂，伊就当时爱来甲咱挂啦。啊，若无，这个天气都拢安尼清。你看天气个乌索索啊，你我那是安那爱挂啦。啊，来烦恼嘛，我多天做大啊，我是啊啦，就。唔是讲会挂，但是是这拢会挂尔，就只有收挂起来。对农民抢收稻作，文管府农处就表示，原来今年一期稻作种植面积达29400公顷，近期陆续收挂中，但因为近期气候无稳定，乃已经成熟的稻作，农民会当利用落雨的看盘来收成，但若无成熟嘛，卖超挂，以免品质和产量卖。现在是怕是说他们可能去收购到还没有成熟的。没有成熟的就变成是他们可能去那个价格会比较不好，因为你高的时候你的业绩大概不行，而且刚好很多问题，所以变成是他们可能会有那个产量跟收益的问题。文管府农业处表示，今年全国稻米种植面积规体减少，即云林今年一期稻作的绩效比往年更加好，每百台斤绩效1020块至970块，但嘛要呼吁农民。莫因为安尼抢收无成熟的稻作，表面影响规体收益。记者有报道。今年4月到7月这段期间是鹿茸采收的时间。伫嘉义滨乡有一间饲鹿仔场，原本按算讲要甲这鹿仔王的鹿茸采收重量，希望讲会当超过去年的347两。想要到这半个月，这天气是热过急。虽然有使用科技设施来管控，不过依然是受到影响，产量减了2成。摕鹿仔来的鹿仔本水无降温，饲鹿仔的农民讲，凉冷的温度会互鹿仔较稳定，才袂去伤到鹿茸。进前就有采收过300多两的鹿茸。是饲养管理的方面啊，然后还有我们有模拟它户外的比较湿冷的温度，让它鹿茸不会太燥热而磨破，然后让它的鹿茸生长得非常的大。鹿仔就是固定刷来替鹿茸消毒了后，就准备要来采收。农民讲，原本按算有将近400两，可能因为这半个月的天气，鹿茸的产量煞叫水2成。
去年感觉那像较大片的，啊，今年有较少，这是什么原因？应该是气候的因素。农民表示，市面上的鹿茸中药材较早较侪是为国外进口，不过其实国产鹿茸的品质嘛袂歹，为饲到采收过程拢要符合相关规定。即马受到疫情影响，民众对健康保养的需求豆豆啊增加，希望会当带动这个产业新的发展。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台湾环境资讯协会对2009年开始进行台湾选乌搭的总体检，今仔日公布这12年的成果，以生态健康青红灯的称呼显示各地头的选乌健康程度，其中是红灯的所在有3搭，包含着北海花、东北角、东海花，也有小琉球。受过训练的畅水味人员来到海底协助记录选乌搭的生态状况。这挂公民科学家对2009年开始做伙参与全球的检测行动，到2020年已经有596人次来参加。畅水味的教练陈宪洲10多年来落海超过100届，伊讲海底生态是愈来愈害。最大的变化就有一个是，鱼类真的减少很多，可能鱼也蛮聪明的，它就会进来。所以保护区里面鱼很多，但其他地方不是保护区鱼就很少。负责管理这项选乌搭体检的环境资讯协会，加全台湾各地头选乌搭的生态健康的程度用青红灯来分别。健康真好的青灯，敢若红头树；也若健康出问题的黄灯、有菌灯、绿岛甲片乌，拢发生过大规模的白化，造成选乌搭大减少。也若愈来愈害的红灯是有北海花、东北角、东海花甲小琉球。其中小琉球活选乌，敢若剩10%到20%，无啥可能家己恢复。基本上他已经过他所谓的这个整个韧性的这个极限的点。高尔夫球滚到洞里面，他自己爬上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情。那怎么协助他爬上来？这其实是我们应该去思考去做的事情。学者讲，爱做更较侪保育的行动，亲像管制来员工的人数、禁止掠鱼等等的措施，才有可能恢复选乌搭。环保团体选伫6月初8世界海洋日前一天公布体检的成果，就是希望呼吁政府会当更较用心来确保海洋资源永续发展。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咱国内疫情也未稳定落来，不过台东县政府已经决定今年热天的热气球嘉年华会会照常举办，对7月初2到8月15计共45天。也因为政府所推行的振兴观光方案，7月15就要开始施行，台东的观光业者也拢真期待，希望趁机会赶紧来拼业绩。透早6点，7粒热气球徛在台东路亚高台。台东县政府正式宣布，连续办11年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会，今年照办，会遵守疫情管制规定，为7月初2到8月15举行。目前已经邀请30多条国内外热气球，其中20条外国球是第一摆来台湾，不过县府暂时保密，无被公布。先不公布，因为我希望大家都能够上我们热气球的网站哦。那我们随时会公布，它的抵达的时间，然后以及什么时候要出场。县府强调，这摆热气球嘉年华会，飞行员甲地面工作人员拢一定爱做3期疫苗才能进场服务，游客也爱做2期以上，或者是有快筛阴性证明才能入来。目前县府统计，45天的热气球体验有约拢用满，不过也是有现场票用当日来买。台东的旅宿业者也表示，目前部分饭店7月份已经接到5成的预订，加码台东观光，即马靠热气球嘉年华会来提振经济。我们目前，在7月份的一个住房来讲，跟这个去年同期比起来，确实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帮助。在7月15号开始有特色团体旅游的活动，以及我们游客自由行的住宿优惠补助，相信能够带给我们整个台东挹注一个非常大的活水。观光局7月15正式上路的振兴旅游方案，台东县被列为补助地区。即马县府提前1个月宣布，热气球嘉年华会照常办，旅宿业也在规划推出在地优惠方案，振兴台东的观光。记者综合报道。有86年历史的台南火车头是古迹，配合着铁路地下化，目前正在进行古迹修复工程。所有风声讲包厢无经过审议委员会同意就变更工程，造成古迹这外壁的铁路去互卡掉，而且已经给拼掉啊。目前已经去互文化部要求停工，嘛要处罚包厢追究责任。
有86年历史的国定古迹台南火车头，最近配合铁路地下化的工程进行古迹修复。不过，厂商说无经过工程的变更审议，就直接施工，造成古迹的墙瓦互破坏。文化部已经下令停工，决定对厂商做处分，而且也追究成绩。他们的制作有些是没有按照我们之前所审定的规划设计书图来进行制作啊，所以我们发现之后就请他们停工，然后办工程督导。来到台南火车头，会使发现外口已经炸起来，无法度看到内底的状况。不过，要是会使看到日本时代的灰啊，和一寡窗仔门互卡掉。就连二楼原底要保存的铁道饭店的药镜啊，也互拆掉，民众是感觉真罕过。台南最有名的就是因为古迹，对啊，我觉得很扯啊！你怎么可以去破坏古迹呢？太过分了。我觉得一开始是他们没有跟厂商沟通好，所以有问题。啊，再来就是厂商自己没有注意，所以我觉得是不太好的。就是工人跟上层没有就是沟通好吧，应该是没有尽到监督责任。台铁局无接受访问，敢若透过声明表示，修复的过程确实有发现厂商家己施工的状况，除了要求停工，目前当咧和文化部参详要安怎应用。文字局是讲，因为大多数的建材拢已经断掉，真歹复原，按算的仿原用来代替。另外，按照文字法的相关规定，古迹的管理人对修复或者是搁再利用，若是无按照主管机关核定的计划来进行，会当罚30万到200万。随后的处分有关台审议会来决议，若真正罚会正做国内头一个。记者综合报道。疫情影响到各行各业，作风车本教基金会今仔日就召开记者会，公布局长无断开做伙活落去的计划，要提供受到疫情影响无收入的局长自由工作者1个月免费课程，而且佫提供工作费做伙来度过时期。我是个演员，也是个妈妈。我是个演员，也是个女儿。我们还能继续演出吗？作风车剧团伫台顶演出近2年多以来受到疫情影响的表演艺术者共同的心声。因为疫情经营30年的作风车剧团也受到影响，不过又是决定扩大规模继续行落去。今麦佫推出计划，要帮助其他同款受到疫情影响的剧场工作者。因为表演一停掉之后，唯一的收入就没有。大概5000万带来之后，其实我们疫情一过1点点，我们又赶快表演，表演完之后又赶快还掉一点。疫情又来了，又不够，又再去借，就是说那种感觉上风雨飘摇。然后我觉得永远是大家互相扶持，可以走下去，所以才会想到说，我们增加员工，然后增加这种剧团不断气这个。作风车文教基金会推出的计划，要让受到疫情影响的剧场自由工作者免费甲作风车团队进行1个月演员也是技术人员的进修课程，而且佫提供工作费，希望会使让疫情危机转做剧场工作者进步的机会。那整个计划从即日起，我们预计到6月14号，我们会报名告一个段落。那我们进行书面的审查之后。然后在6月17号的时候公告，6月我们一直到7月20号，我们来进行这一系列培力的共创的一个这样子的课程。作风车嘛，伫现场感谢文化部甲企业的帮赞。文化部长李英德表示，等咧研究透过修法，和赞助文化产业会使抵免税金，希望和民间企业更加有意愿投资资源。记者郭文祥随台北报道。明仔载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您就知。吉人到新竹对21度到25度，苗栗到云林对22度到29度，嘉义到屏东对24度到31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8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1度到29度，还有未来3天气象。
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载暗时7点咱再相会。